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XPower Gear Lab 啊！咁啊拍咗咁多集咧，第一次講藍牙耳機，原來 XPower 咧都有出到藍牙耳機嘅型號咧，就叫做 BD2啊嚇，咁係一隻有 ANC 同埋 ENC 嘅耳機。ANC 就係主動降噪啦，咁 ENC 係咩 ？ENC 咧就係環境抗噪啊，咁係等你咧喺通話嘅時候咧就可以，收音嘅時候咧就會靜啲、靚啲咁樣嘅，即係方便一啲經常講電話嘅朋友啦。好多品牌嘅藍牙耳機，如果你需要作出調校嘅話，咁你可能首先要裝翻個原裝 Apps 啦，然之後入 Apps 裡面作出調校。咁啊呢個 BD2 咧喺前面啊電池盒呢個 Mon 嗰度咧已經可以調校晒所有嘅功能啊，例如播放啊、暫停啦、音量啦，仲有個播放模式即係普通啦、ANC 啦，或者係通透模式啦，跟住仲有等化器即係 Equalizer 啦，唔同嘅播放效果啦。仲有兩樣嘢，我覺得幾特別嘅。第一個咧就係尋找功能，有好多朋友咧嗰啲藍牙耳機周圍劈咧，成日就要揾啊，又細粒係咪？佢內置咧已經可以尋找你左耳機同埋右耳機嘅一個尋找功能啊。另外咧，佢仲係一個遙控 shutter， 即係咧你可以用佢咧就遙控到你個電話咧嚟作出自拍或者拍攝嘅，即係你個電話擺得好遠，咁你揾佢咧就可以變成一個快門嘅遙控啦。咁我哋睇一睇個耳機個造型先。好啦，咁啊見到佢有兩支棍仔啦，即係咪啦。咁另外原廠咧亦都附咗大中細碼嘅耳膠俾大家，咁啊大家最緊要戴得 fit size 啦嚇。戴咗上去咧都幾舒適幾貼耳嘅，咁啊最緊要個物理隔音咧其實已經唔錯，即係你戴咗佢個世界已經好靜噶啦，就算你未開 ANC 嚇。咁打開藍牙你就會見到 BD2 啦，咁選擇佢咧就可以馬上連線啦。咁啊而家都試下個音色先。咁聽咗啲流行曲啦，即係發覺咧聽普通香港嘅 pop song 咧，其實咧都已經係夠用噶啦。咁頭先咧亦都試咗用埋 ANC 嘅情況底下去播歌啦，發覺咧背景靜咗之餘咧，唔會太影響本身播放嘅效果啊。因為有啲耳機咧，如果用 ANC 嘅時候咧，可能即係嗰個播歌咧會變咗蒙蒙地啊，有少少影響呢個音色。咁但係頭先咧呢個 BD2 用 ANC 模式嚟播歌咧，係冇影響到嗰個音色嘅。最後亦都講講 BD2 嘅產品規格啦，佢行嘅藍牙規格咧就係最新嘅藍牙 5.4 啊，咁接收範圍咧係有10米嘅，耳機嘅播放續航時間咧係有7個小時嘅，而電池盒嘅電容量咧係有500個 mAh， 每隻耳機嘅重量咧只係3克啫，非常輕啊，而電池盒嘅重量咧係55.5 gram 嘅。如果想揾一隻日常使用啦，經常通話要有 ANC 功能，仲有埋一目了然嘅熒幕操控嘅耳機咧，咁 BD2 咧就啱你啦。呢件 X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！詳情可以向 XPower 客服查詢嘅。